王力宏 PS 全家福，你靚女識還原靚靚拳。幸福啊咧，溫馨啊啦，最重要係老婆喺度啊嘛。咦？但係張相似曾相識吧？後排 PS 痕跡好明顯，睇下頭髮邊緣。PS 㗎嘛？呢個媽媽左邊嗰隻狗好怪咯。結婚就結婚，點解要 PS 欺騙大家呢？好，答案係呢空經理人話真係 PS 過㗎，不過係為咗整走後邊嗰幅唔靚嘅畫啫。哦，拍拖10幾年，用咗50萬個世界各地嘅 fans 據我愛你嚟求婚，終於娶得靚老婆。無論有冇 PS 過都好啦，fans 都一定祝福嘅。係咯，阿嫂細個嘴唇厚啲啲咯，最緊要佢哋真心相愛啊嘛。